大家好，我係 AI Gigi。點樣喺太空起數據中心？喺地球起數據中心已經夠煩，大城市又貴又冇位，又要搞地契、基建、電力、冷卻系統。咁如果喺太空起呢？點做選址啊？點融資啊？使唔使落地盤睇下㗎？定係用預製建築？今日我哋就嚟拆解一下點樣喺太空起個雲端數據中心。講起太空，我對佢嘅認識係嚟自《美少女戰士》Sailor Moon。細個嘅時候幻想總會有一日可以飛去月球揾越野兔 Sailor Moon，又或者去火星探火野麗 Sailor Mars。雖然而家仲未有直航去到月球，但係呢個諗法已經唔係好脫離現實。而家已經有好幾個計劃係喺月球或者係近地球軌道起數據中心。點解要喺太空起數據中心呢？地球嘅數據中心已經開始爆滿，大城市又貴又冇位，亦都有唔少居民反對，覺得自己個區已經做咗 fair share。咁喺太空起有咩好處呢？第一，低延遲率。如果數據中心放喺低地球軌道，即係距離地球200去到1200英里嘅上空，網速可以快過光纖，適合做即時處理嘅金融交易、AI 運算、IoT 設備。第二，免費嘅太陽能。喺太空，太陽能係24小時供應嘅，唔使擔心停電，仲好環保添。第三，冷卻成本低。地球上邊嘅數據中心係要用好多水嚟冷卻，太空就冇空氣，可以直接用熱輻射散熱，夠慳電。第四，安全同埋可以用到量子加密。太空數據中心唔會俾黑客直接攻擊，仲可以用量子加密做到好高級嘅安全儲備。咁好啦，太空同埋地球起數據中心有咩唔同呢？如果你喺紐約起樓，你就要知道去 NYC Planning 睇下松寧，揾下地主傾下買地，然後又要設計、施工、審批。但係太空冇地契冇松寧，太空嘅規矩係由邊個定嘅呢？有冇類似太空嘅規劃署，又或者係地政署呢？梗係冇啦。但係又唔代表太空係冇王管喎。有國際條約，例如最出名嘅就係外空條約，講明冇人可以宣稱擁有外太空任何地方。國際電訊聯盟嘅規則同埋各國有自己嘅太空法例要跟。無線電寬頻就用 ITU 分配，你想用邊條頻道都要申請。至於各國好似美國，你發射火箭就要攞聯邦航空管理局 FAA 嘅認可證，亦都要遵守 NASA 嘅安全指引，避免製造太空垃圾。好啦，選址方面呢，起樓最緊要係揀地點，太空都係一樣。個問題係點起呢？我哋講緊嘅喺低地球軌道，即係200去到1200英里嘅上空。200英里有幾遠呢？就等於你由紐約揸車去 Newport，Rhode Island，即係 Bob Dylan 做音樂節嗰度。200英里又或者係差唔多喺拉斯維加斯揸車去加州嘅死亡峽谷。只不過呢條路你係揸車唔到嘅，就要靠火箭射你上去啦。如果揀低地球軌道起數據中心，因為佢咧就夠快，適合做 AI 又或者係即時嘅金融交易。
但係呢一個選擇呢，我哋就要不斷咁樣去調整個軌道啦。如果揀靜止軌道呢，靜止軌道呢就距離地球2萬英里，喺數據中心嘅話呢就夠穩定，佢就適合雲端嘅儲存，但係佢嘅延遲率就較高啦。如果喺月球起數據中心呢，呢個選擇就適合用嚟未來火星嘅探索，但係佢嘅建設成本就較高，所以咧短期之內最實際都係喺低地球軌道，因為呢個選擇係近地球，同埋個傳送會比較快。好啦，講下融資同埋建築方面啦，冇錢就咩都冇得傾啦。咁喺太空起一個數據中心係要幾錢嘅呢？估計個成本，硬件啊、AI 嘅伺服器啊、一啲防輻射嘅 CPU 啊，就大概500 million去到1個 billion。衛星數據嘅模組，一啲預先整好咗嘅建築，就大概係1 billion 去到2個 billion。發射費方面呢，就大概係300個 million 去到500個 million，總成本就大概係2個 billion 去到4個 billion。咁有啲咩公司會投資呢？譬如話係 Amazon 嘅 AWS 啊、微軟啊、Google Cloud 啊，又或者係 SpaceX 咧，就係負責網絡嘅。NASA 同埋國防部咧，就係負責高安全嘅雲端儲存。咁點起法呢？太空冇建築工地，亦都冇建築工人，只可以用到一啲預製嘅建築，用火箭送上去，用 3D 打印 AI 自己裝嵌。維修方面亦都係要靠 AI 啦，減少人手嘅介入。有啲咩公司係最接近做到呢？嗱，睇下個時間表。其實已經係有好幾間公司開始試驗太空嘅雲端技術，例如話係微軟同 SpaceX 嘅合作，測試喺低地球軌道嘅雲端運算。AWS、Amazon 亦都係正研發緊衛星數據管理。Google 亦都同 SpaceX 設計緊 AI 衛星傳送。其他亦都有研究緊軍方雲端嘅安全。時間表方面，2025年去到2030年，我哋會有第一代嘅低地球軌道 AI 數據中心嘅測試。2030年去到2040年就會有大規模嘅部署喺太空起雲端數據中心。2040年我哋就可能見到月球同火星嘅數據中心。咁好啦，太空設施究竟有啲乜嘢建築師同埋工程團隊呢？我哋要有一條 team 噶嘛。而家有唔少嘅著名建築師都參與緊太空嘅設計，例如話係美國建築師 SOM 就同歐洲太空總署合作，設計咗月球村永久基地嘅概念。英國嘅 Foster and Partner 亦都研究緊用月球嘅泥，透過 3D 打印嚟起基地。另外 ，Big 為美國嘅初創 Lone Star 設計咗一個月球數據中心嘅 3D 打印外殼。Blue Origin 就推動緊未來嘅太空旅遊同埋研發。太空設施嘅例子講到係太空數據中心呢，Lone Star 最近就將一個8個 TB 嘅儲存伺服器送咗上月球。由直覺機械公司嘅着陸器運載。直覺機械公司係美國一間做月球着陸器同埋太空科技嘅公司。呢個伺服器嘅外殼係由 Big 設計，並以 3D 打印製成。外殼係致敬阿波羅嘅太空人剪影。而太空站方面呢，佢哋就揾咗法國設計師 Philippe Starck 操刀設計內部嘅機艙。裏邊有軟戰場啊，同埋變色嘅 LED 燈，好似太空嘅酒店咁樣樣。呢啲例子都相當創新同埋有趣，證明咗太空嘅建築
而家已經係由科幻走向現實。好啦，我哋今日就講到呢一度。太空雲端數據中心要快、安全、環保，仲可以支援 AI 運算。但係咧就要解決成本啊、技術啊、法律問題，可能要等到10至20年之後，先至會見到真正嘅商業化。到時我哋係咪可以去月球探月野兔，去火星探火夜麗呢？如果你對呢個話題有興趣，就記得訂閱 AI Gigi，下集見。